再来看，民进党3连败的桃园市议员由5号传出讲，长期诈领助理费。昨昏桃园地检署调查约谈，认定讲由5号甲伊的查囝犯罪嫌疑重大。今仔下晡，法院已经裁定收押禁见咯。民进党的桃园市党部是声明强调讲，尊重司法，后续以党纪来处理。办公室照常在运作，民进党籍3连任的桃园市议员由5号涉嫌诈领助理费。徛家服务处拢有检方搜查，嫌查某囝伫初5放声押禁见。办公室人讲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，无方便表示意见。罪嫌重大，并有勾串灭证及逃亡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桃园地检署讲，由5号按2014年12月25到2025年3月担任议员的期间，向查某囝虚报甲家暴议员的助理费，诈领助理费。有到11年之久。被告涉嫌于担任市议员期间福报虚报议员助理费，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、公务员利用职务诈领财物罪。除了由5号案，民进党籍前桃园市议员吴宗宪涉嫌诈领1000万的助理费，桃园地检署顶个月2日才发动搜查，目前已经收押。针对议员涉嫌不当处理助理费，和检调约谈声押，民进党桃园市党部发声明表达严正的关切，讲尊重司法侦办的程序，当事人若违法无正当的行为，要依法负责，绝对无暗讹嘛无闪避。后续会照党内纪律机制好好来处理，希望司法赶紧来调查事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